来关心食物件安全问题。宝林地设发生敢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卫福部长试水员今日接受访问时表示讲，专家讨论了认为讲有两个可能：第一是食物本身产生的毒素；第二是有染入去的毒素，也就是讲有可能有人为的因素。目前全台湾通报案例已经有17例，台南新增加案例是一个差不多50岁女性，而到宝林食饭时呢，共款有食到这个炒粿啊，后来就出现头会戆、落瀉、搁兼会吐，甚至放尿都变成是低米第色。目前医院伫交予病房伫观察。马来西亚特色的美食炒粿仔，互人食个中毒。宝林案件继续伫探索，民众是看到着切惊。详细的数字讲，通报案例搁再增加。有2位是死亡嘛，哈，那5位在加护病房，1位在普通病房，那有6位在家里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昨暝才普文，讲到这回相关个案增加2例，还佫厘清。不过今仔日通报数量刷新到17例，其中1例是一个超50岁台南女性，20号去到宝林食饭，赶快是食炒粿仔，落尾就开始出现头壳晕、走目佮吐，甚至流失水嘛变做是低米色。24号先伫咧台北中央病院红发，25号规定互亲人照顾，专程来到台南市立病院急诊。早知因为急性肝海气，都要去交互病房内底，交在一时清楚。另外一案还继续等咧厘清，不过加上申报新增加的自行通报3例，统计落来已经有17例通报。目前的身体状况呢，大概肝功能呢，GOT 已经降到645，GPT 目前是3600多。那整个变换是清醒的，那另外肾功能也有影响，微生物引起来的，好，那这是一般比较常见的。第2大类哈就是内生性的哈，从这个食材出来的一些毒素。那第3个是外面加进来的一些毒素。专家的这一个讨论的话，大概比较不偏向是第1类的微生物的。那不排除有人为下毒的可能性。这个当然都不排除了。那所以那个检调也已经介入在做调查。针对起因，卫福部已经召开专家会议，初步认为是食物内底本质毒素，嘛认为受到比甲菌酸影响的几率真悬，嘛有可能是有人下毒。今麦检调已经介入调查，希望当赶紧厘清案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